讲到南部是一摆失电上界严重的所在，其中高雄就要到200万户停电，发生53件民众掉伫电梯内面的事件，有真侪车路顶头的车行顶是被倒，餐厅无法度做生意，而且高雄屏东的停水是搁再停电，一直到中昼过后，这款情形才渐渐解决。里面几个人？救援人员来到高雄建国路这间病院，因为大停电的时，电梯拄好卡条，有人受困。谢谢。还好吗？还好啊。会吵吗？不会啊。同时间，全高雄有53件电梯受困的案件，车路、车行顶全部拢袂光，加在有警察出动指挥，若无就交通大乱。初三9点外，雄全台大停电，屏东有真侪店面连铁门拢无法度拍开，规条街仔路的店，包括邮局拢暗暝蒙。我们要等电回来才能够办业务。对，所以现在都不能办。对。好。因为我们好像这一排全部都停。无电也无水啊，唔知变啊。那嘛无到你们做。系啊，连我内面的物件都惊会歹咧。因为无电，高屏溪嘛无法度抽水，造成高雄、屏东100多万户早起就停水。现在水塔里面还有一些啦，是可以用到没水就休息啦。南部是这摆大停电上严重的所在，高雄有189万户，台南30万户，屏东62万户受影响，中昼了后陆续恢复。高雄嘛，也有100多万户，搁咧等电来。记者邓家文、罗伟哲综合报道。